哇！騎士衝出，哇 ！Extreme 哇！到晒三頭圈，哇！哇！哎呀！ 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呢個開箱實體系列，今次我哋開箱呢個 V2 嘅蒼龍神劍啊！哇，超靚呢隻嘢！就介紹下呢隻 V2 蒼龍神劍先啦。呢隻蒼龍神劍咧，應該大家都知㗎啦。係啦，佢係一隻本身係 BX01 最初嘅陀螺啦，而今次佢係迎嚟呢個重量上嘅強化。就係咧，原本一隻得34 gram 嘅陀螺變成咗37點幾 gram， 哇！佢重咗成3 gram 咁多，呢隻嘢咧應該好好玩，而且佢粒貼紙咧都係換咗，佢中間紋章嗰張貼紙咧係換咗反光嗰啲材料嘅，係啦，可能人哋黑衰極真正用嘅係蒼龍神劍 V2 咯，真係唔係講笑，呢隻嘢應該玩得到㗎，係啦，就而家馬上開箱。好啊！我哋開完箱翻嚟啊，就係呢一隻蒼龍神劍 V2 版啊，立翻隻 V1 出嚟先。呢隻就係我哋嘅原色蒼龍神劍啦，即係普通嗰隻啦。可以見到佢嘅貼紙咧係有反光嘅，而 V1 蒼龍神劍反光係因為反光塊膠啫。係啦，就炒開俾大家睇下先。零件上咧就冇分別㗎啦，佢喺呢個位度加重咗，因為01嗰隻咧。呢個位係挑空咗嘅，俾大家做一個對比先。大家可以見到 V2 咧係實心嘅 ，V1 係空心嘅。而且我覺得呢個位咧其實可以再擺多啲金屬入去，所以我覺得有望呢隻嘢係可以高過37 gram 嘅。所以我覺得呢隻嘢係絕對玩到嘅，因為佢而家基本上鳳凰嗰陣時37 gram 都玩到啊，而家都有啲人玩緊，同埋佢嘅形狀上咧，佢打擊上係靚過鳳凰嘅，係啦，跟住零件就係360啦，其實冇分別咯，基本上，跟住 F 又係冇乜分別，所以咧我今次唔會用 F， 我用 FF， 要打就打勁佢啦，一嘢絕對強化 FF， 超勁。我覺得如果用 FF 嘅話，佢 Extreme Dash 應該好勁。陣間就試下呢隻嘢啊，唔知實際對隻點樣。如果大家中意呢一隻蒼龍神劍 V2， 或者中意呢條片嘅話，就記得幫兒圈撳個 like 住，訂 share 埋出去，咁嘅話就會更加多呢類長龍神劍 V2 嘅片啊！我哋而家馬上開對戰。首先第一隻打自己先，蒼龍神劍 V2 打蒼龍神劍，第一場 3、2、1， 好！哇！哇！哇！極限勝利3-0，第二場3、2、1， go！ 哎呦，衝得好快！蒼龍神劍 V2 頂住咗，蒼龍神劍冇力 ，V2 仲有力，哇！黐孖筋，4-0，直接炒起咗自己。重現翻動畫打騎士重盾對蒼龍神劍，3、2、1， 喂！騎士重盾，哇！high 一 high 就 over 咗，2-0。第二場3、2、1，哇！黐孖筋降維打擊咁樣，極限勝利5-0，係我嚴重懷疑黑衰極係用呢一隻咯，黐孖筋。跟住古藍魔龍對我哋嘅長龍神劍 ，ready 3、2、1， 嗰把聲我係裝 FF 嘅，所以我覺得哇，敲咗一下就嚇到人哋自走2-0。第二場3、2、1， 可以。一齊自走咗，係龍劍落先嘅，所以3-2。第二場第三場3、2、1， 喂，擊爆勝利，黐孖筋。啱先古藍魔龍唔知點解自爆咗，自己擊爆勝利，又係龍劍贏。跟住我哋打同叻嘅鳳凰，都係原裝對我哋嘅蒼龍神劍。第一場3、2、1， go！
聽拱一拱已經 over 咗人哋都未開始打2-0。第二場 3, 2, 1 go shit！ 孖筋呢隻嘢，哇！翻咗嚟2-1。第三場 3, 2, 1 go shit！ 哇！哇！極限勝利 extreme finish 5-1。哇！呢隻嘢冇持久勝利可言嘅喎，黐孖筋。跟住嚟到我哋嘅煉獄三頭犬對我哋嘅蒼龍神劍，一場3, 2, 1 go shit！ 未咗，第一下嚟多下，哎呀冇力啦，開始冇力啦，哎呀爭啲自己出界添。好，睇嚟睇鋪，終於有鋪第二鋪持久勝利，基本上冇持久勝利可言嘅佢係。1-0。第二場3, 2, 1 go shit！ 哎呦，咁硬嘅呢粒特 B， 普通嘢嚟嘅啫，抽嘅粒特 B， 唔通要擺三頭犬手上？頂到喎三頭犬，點解嘅？我覺得 FB 淨應該好易抽喎，2-0。第三場3, 2, 1 go shit！ 喂，頂到，哎呀三頭犬頂到晒。即刻頂唔住，極限勝利，最尾2-3。第四場3, 2, 1 go shit！ 哎呦，三頭犬，哇抽底啦，終於抽底啦！5-3。跟住就係史羅布 Omega 嘅天馬軍列對我哋嘅長龍神劍 V2。3, 2, 1 go shit！ extreme dash！ 哇！天馬加速撞暈咗，好1-0。第二場3, 2, 1 go shit！ 哇！一下兩下，哇！擊飛咗我哋嘅蒼龍神劍，仲諗住頂到添，2-0。啱先係持久勝利，所以1-2。第三場3, 2, 1 go shit！ 哇！同時啊，真係同時。第四場3, 2, 1 go shit！ 今次呢下乾淨啦，3-2。第四場、第五場3, 2, 1 go shit！ 哇！而家長風天馬添。第五場3, 2, 1 go shit！ 哎呦，頂到啊！天馬加速啊！頂到，冇力，好嘢，犀利！長龍神劍4-2啊！恭喜晒！跟住嚟啊，蒼龍突擊對長龍神劍，第一場3, 2, 1 go shit！ 哎呦，會唔會遲走啊？頂到？哇！俾突擊敲暈咗，1-0。第二場3, 2, 1 go shit！ 哎呦，冇遲走喎！哎呀！俾人送咗出去啊！俾突擊送咗出去啊！哎呀，蒼龍神劍，哎呀，蒼龍突擊4-0啊！果然係啊，最新嘅陀螺換咗翻去，哎呀，爭少少啊，可惜啊，蒼龍神劍。好啊，我哋嘅對戰就玩到呢度啊，唔知阿哥呢一隻蒼龍神劍 V2 點咧？哇，好猛喎，認真喎，唔係講笑。但係雖然的而且確冇突擊咁猛咧，呢個係正常嘅，因為突擊佢係都40幾 gram 嘅，呢隻嘢頂盡37 gram 啫。所以我覺得呢隻嘢應該逼到 T1 嘅，因為佢的而且確佢嘅刀刃咧係鋭利過鳳凰好多。啱先都可以見到啊，其實佢擊飛力真係唔差，同埋因為佢形狀好靚，所以佢持久力都係會有嘅。如果你真係夠力嘅話咧，我覺得絕對原裝落場都唔係問題添。係啦，呢隻嘢咧可能改翻 R 咧，或者 LR 嗰啲咧就玩到噶啦。呢隻嘢絕對玩得，係啦，所以快啲收翻隻啦。係啦，唔知大家覺得點啊？我哋今日下到先啦，記得俾個 like 同埋留言啊，記得訂閱同埋鐘仔喺出邊嘅時候準時啊 share 俾我哋下週見，拜。